歡迎使用個人稅務網站 ITP。本影片將示範如何管理你 ITP 賬戶的用戶資料欄。ITP 用戶資料欄，請登入你的 ITP 賬戶，於網上服務選單內點擊用戶資料，系統會顯示你 ITP 用戶資料欄詳情。你可以點擊項目旁邊的更改更新該項資料，包括甲你的聯絡資料、通訊地址、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乙選用的通訊語言；及丙電子服務選項。如你希望更新你的通訊地址，點擊通訊地址旁邊的更改。你可選擇更新通訊地址及或住址。如你希望一併通知其他政府部門更新地址，請點擊按此。系統會將你轉至地址更改服務。如僅要更新你個人稅務檔案內的地址，請在相應的方格內輸入你新的通訊地址及或住址。請小心核對所輸入的資料，然後點擊繼續去更新用戶資料，或返回去放棄更新及回到上一頁。系統會顯示已更新到 ITP 用戶資料欄的地址。你可以列印或保存此頁面作記錄。點擊繼續以返回你的 ITP 用戶資料欄。與更新地址類似，你可以點擊日間聯絡電話號碼、手提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旁邊的更改以更新該項目。頁面內將會彈出對話框供你輸入新的聯絡資料，請小心核對所輸入的資料。點擊確認去更新用戶資料或取消去終止更改。系統會顯示已更新到你的 ITP 用戶資料欄的聯絡資料。你可以列印或保存此頁面作記錄。點擊繼續以返回你的 ITP 用戶資料欄。稅務局將盡可能按你選用的通訊語言與你聯絡。你可以點擊你選用的通訊語言旁邊的更改以變更你的選擇。更改你所選用的通訊語言後，點擊確認去更新或取消去終止更改及回到上一頁。系統會顯示已更新到你的 ITP 用戶資料欄的所選用的通訊語言。你可以列印或保存此頁面作記錄。點擊繼續以返回你的 ITP 用戶資料欄。要更新選擇以電子方式接收與個別人士報稅表有關的通知書及文件及電子提示選項。點擊你所選擇的電子通知書，以電子形式收取的稅務文件及電子提示信息服務旁邊的更改。有關詳情可瀏覽管理所選擇的電子通知書服務及電子提示信息的影片。如你使用通行密碼登入你的 ITP 賬戶，即透過輸入供登入稅務2的稅務編號及通行密碼。你可更改你的 ITP 通行密碼或安全問題。如你以直接登入方式登入你的 ITP 賬戶，即通過智方便或數碼證書，這些選項將不適用於你。你並不會看到這些深綠色的按鈕。要更新你的 ITP 通行密碼，點擊更改通行密碼。輸入現有密碼及一個符合 ITP 安全要求的新通行密碼。再次輸入新通行密碼以作確認。你可選擇添加一個通行密碼提示，以幫助你想起所設定的 ITP 通行密碼。請小心核對所輸入的資料。點擊繼續去更新資料或返回去終止更改及退回 ITP 用戶資料欄。系統會即時更新你的 ITP 通行密碼。你可以列印或保存此頁面作記錄。點擊繼續以返回你的 ITP 用戶資料欄。為便利重設密碼及日後的通訊，你可就安全問題設立你自己的答案以作認證。
要更新你的安全問題及或答案，點擊更改保安資料。你需就提供2條安全問題提供答案。點擊繼續去更新資料前，請小心核對所輸入的資料。點擊返回去終止更改及返回上一頁。系統會顯示已更新到 ITP 用戶資料欄的安全問題及答案。你可以列印或保存此頁面作記錄。點擊繼續以返回你的 ITP 用戶資料欄。如你決定要取消稅務以下的 ITP 賬戶，點擊取消個人稅務網站賬戶。細閱彈出對話框內的資料。取消 ITP 賬戶後，你 ITP 賬戶內的所有信息及所記錄的電子選項將會被移除。如你將來希望使用稅務局的為個別人士提供的電子服務，你需要重新登記一個 ITP 賬戶。點擊確認取消賬戶去確認取消 ITP 賬戶，或返回去終止要求。系統將會處理你取消 ITP 賬戶的要求。你可以列印或保存此頁面作記錄。點擊繼續以返回你的 ITP 用戶資料欄。